它是我第一台的单眼相机。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刚好有机会，也是自己喜欢摄影嘛，那很多一段时间。第一台马克思姐，你去干买耶？自己买的吗？没有，当然有家人赞助。对，大学的时候。大学时候，对，那时候就是对，很不要脸的跟爸妈讲说，我们可以去买一台相机。那爸妈对你蛮好的哦。非常好，所以我们用它用非常久，用到出社会之后，才想说那不然自己再买一台工作用的。对。刚刚马克思姐可是好奇熊，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拍照？应该说，我从国中开始的时候就对这个有兴趣。以前我父亲他在做船厂，那他自己就为了要拍船厂做完的那个模具的样子，所以他必须要用相机去拍。然后他那时候就买了 Sony 的一台数位相机，人家是拍工作照。就是拍完要给客人的，就我是把它拿来，就是你没有在用嘛，我拿去拍，我就开始去拍一些有的没的，然后拍照，就觉得这些风景这些东西很有趣。到上高中才真的有机会可以去接触到就是相机，是因为上去了，然后就觉得好像应该有个机会可以去做这件事。那你学只是做着学 ISO 光圈跟内容，但问题就是说比较没有机会让你去实做。那刚好学务处公差有这样的一个因缘，所以我就去。然后去了之后就开始摸到学校的单眼，才开始就是帮忙拍一些演讲啊，拍一些人啊，就拍出了一些想法跟兴趣。对，所以就才开始延伸到我上大学之后，我觉得我好想要有一个像这样的兴趣，可以去在课业之余，也可以去让自己探索一些其他的东西。我非常喜欢拍风景，我拍一些人的一些活动，就是一些当下的 moment， 我觉得那种氛围感它是特别吸引我的，它也会让我就是在重新看这个照片的时候，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度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。你还记得那个国中的时候最开始拍，那时候就是看到什么都乱拍，对不对？可是那时候还是你那时候已经是数位相机，所以已经没有洗底片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如果讲到洗底片的话，我小学3、4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跟我父母亲去士林官邸，跟我妈，那时候。以前我们都会看照片，会看到那种清晰的蝴蝶照片。那士林官邸就是很多花嘛，那就有蝴蝶。我想说，这个不知道怎么拍可以把它拍清楚，所以我就把它靠很近，蝴蝶没有飞走，我就拍，可想而知洗出来就是全糊的。然后我就心里就很纳闷，想说，这个为什么是糊的？这个疑问就一直带着我，带着到了就是上国中，那也不是很清楚嘛，因为不懂那个。到上高中社团之后才知道，原来有光圈原来有对焦距离原来有什么这些东西。国中那个时候拍比较像是说家庭出去玩，然后或者是说我去哪里我就带着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好，我喜欢我就拍，然后怎么样？但是你细节不会了解太多，一直到了上高中才开始有机会从前拍到后面的 photo editing， 整个后面的后期制作，用一些软体，然后去玩风格感觉。一开始是玩，然后越玩越专业。就我觉得越玩出兴趣，然后玩出就说，我今天比如说我拍了一个夕阳，我想要它的夕阳的整个橘红色的感觉可以再更浓一点，甚至可以把一些蓝色带在边缘这边，让它的整个氛围感可以更重一些。这时候你就会想要去知道怎么做嘛，所以你可以做的方式就是问老师，或者是说去翻一些摄影书，因为那时候 Google 没那么发达，高中的时候，然后后来才开始慢慢摸，觉得这很好玩。